啦，即係嗰啲所謂嘅 KOL 咧，就喺度，哎呀咁差嘅，真係笑死啊等等。有啲人就話做咩北韓？其實嗰啲人咧，佢哋都真係我諗佢都根本都冇睇呢一個閱兵。點解會好睇咧？呢個閱兵咧就話點解你哋步操咁？因為美國佢係冇訓練步操嘅，即係佢哋唔係愛嚟做步操，除非儀仗隊啊，除非係有表演隊啊嗰啲有唱歌隊啦，佢有介紹嗰啲嘅樂隊啊等等都有。而係咧，佢係一個嘅係250年嘅歷史重大嘅事件當中，佢仲要着翻嗰陣時啲制服喎。咁咧就係嗰啲車咧好懷舊嘅，咁或者嗰啲車咧仲係用得添喎，有啲嗬。咁啊而咧係展現啊，等大家咧睇翻呢一個嘅歷史啊。而咧總統特朗普咧就係出席嘅時候咧，你就話佢閱兵咧，其實佢就喺度致敬，佢真係成日都好唔得閒，你企起身要向佢哋致敬嘅，因為要多謝一啲嘅士兵啦。咁啊就係呢個為250年嚟咧，為到今時今日嘅美國打定一個江山嘅國土嘅保護，到而家係咪保護？咁啊最先進嘅武器都係有隻狗咯，電子狗啊咁啊，即係由最250年嚟啊，分階段咁，而且咧就係有主持人喺度講啊，啲古仔啊，啲機啊，啲懷舊機啊咁。非常之有呢一個嘅系統性，同埋係有個可觀性喺度啦。尤其是我好中意佢嗰啲嘅儀仗隊啊，嗰啲嘅人啊咁嚇，咁佢哋梗係佢哋排得係好啦。咁咧就副總統曼斯咧就真係笑到人哋，你知唔知最尷尬係咩咧？就係當你講咗呢，你以為好勁嘅嘢咧，人哋新聞唔報你啊！我而家呢度睇啊嗱，人哋啲大媒體係咪新聞唔報你啊？但係佢好尷尬講咩咧？你有冇睇到曼斯啊？佢啊企喺度啦，咁當然就即係講一番説話，即係唔係講好多啦。咁即係我都飛咗去講啲乜啦。咁啊最主要就係話介紹咧，今日咧就係總統79歲嘅生日嚇，咁啊話佢連總統特朗普個名都唔講喎，淨係 President，Happy Birthday President，連名都唔提㗎嚇。真係好誇張啊！邊個啊？真係好啦咁，但係之後咧就話呢個唔提唔得啊，因為咧原來咧今日咧亦都係適逢咧咁巧嘅，佢係咪即係咁巧？佢話我哋嘅週年結婚紀念日啊，就係我同我太太嘅週年結婚紀念日，關我哋咩事啊？週年結婚紀念日，佢仲要話咧我愛你啊！哇，肉麻到我愛你啊，老婆！佢又為呢個國家付出好多。我心諗你咪講錯説話，今日係咪閱兵啊？你老婆為呢個國家付出咗幾多？最尷尬就係人哋唔睇，即係因為而家我睇緊啲相嘅，咁樣咧就呢一個咧就美聯社咧就係將一個嘅歷史時刻啦嗰啲相啦，就見到咧就係第一夫人瞌眼瞓喎，話第一夫人黑晒口面又瞌眼瞓喎，咁但係咧阿 Pete 咧就非常之靚仔，好做戲咁咁靚嘅啫，點解有啲高管啊？咁咧就好開心啊，好興奮啊！好啦，咁啊係啦，咁啊就但係都俾面嘅，咁啊副總統 J.D. Vance 同夫人啦，咁啊帶住子女咧佢特登帶住啲子女，佢話去邊都帶住嘅，咁啊。啱啱就 J.D. Vance 呢度副總統 J.D. Vance 講錯啦，呢度寫錯咗啦啊！應該係總統79歲生日，恰逢喎，咩叫恰逢啊？人哋特登搞嘅，佢恰逢副總統 J.D. Vance 係咪你想講佢嗰個結婚啊？搶晒鏡頭添啊！但係咧就譬如都好莊嚴啦，咁而總統特朗普都話呢個閱兵咧應該每年都做嘅，咁啊我覺得佢哋即係個錢係使嘅。咁但係有好多人都去睇，但係呢一個都係話愛國啊，即係可以等多啲人去參軍啦嚇，有啲愛國嘅情懷咁樣㗎。好啦，咁啊軍人鳴放21響禮炮，咁啊一切都叫順利嘅。咁但係另外咧就有啲事情發生，咁我就喺新聞嗰度先講下。去當岸時間7點嘅57分。三太公，聽講你揾咗伍景聰律師搞房產規劃喎。係啊，九姨婆，伍景聰律師樓經驗豐富，解釋詳細，又熟悉我哋華人嘅需要。如果遺產規劃不當，會影響到白卡福利，甚至仔女嘅成功有問題。伍景聰律師樓係專業辦理房產買賣、過戶同埋地契改名添。地址喺福隆錦泰道515號，新設嘅快時辦事處，諮詢929512589。善用放息銀行嘅定期存款優惠利率，我哋依家提供91日定期或個人戶均定期賬戶，年利率為4厘，最低存款餘額為1000美金，戶口質
資格，你必須擁有或該接任何最低表價為5,000美金嘅法拉盛銀行支票帳戶。詳情可至各分行查詢。好消息，法拉盛銀行剛喺羅湖開設咗另外一家分行，歡迎光臨我哋位於 Jackson Heights 77街37-44號嘅新分店。喺法拉盛銀行任何一家分行開戶，即可獲贈免費手提袋。法拉盛銀行係 FDIC 會員。法拉盛君豪大酒樓多款精美小菜，免餐16個9毫半，晚餐18個9毫半。阿前咁新聞有咩推介啊？酸菜鮮有土地雞、炸子雞、魚香油水蝦、紅燒長則魚、波蛋都有。牛沙特瓜小炒、綠酒糖芥蘭、乾鍋野花菜、多點4塊9、小椒牛肉絲。仲有大盤炒米粉、揚州炒飯、乾炒牛河同各式炒飯。大中小點心一律4個半，收25蚊。南九點半至5點快樂下午茶，所有點心一律8折。法拉盛新世界雙13樓。OK，揾緊新聞，聽下歌仔先。最新嘅咩歌？求救的勇氣啦，陳雷。人已活到這刻，情緒亦慣了。如若再遇到痛苦，理應懂察照。誰也受過創傷，沒躲不得了。若流淚也不要亂叫，難過就去痛哭，愉快就要笑。其實這道理我懂，更不應撒嬌。求救若有等級，未到撐不了，為何我卻感到累了？借我力量，教我今晚不需勉強，我太失敗，沒辦法醫好這憂傷。OK， 唔好嘈住。呢個要講投票啊！投票要講。貸款，OK。AM 480華語廣播，今日係2025年嘅6月16日星期一，美國東岸時間早上嘅8點新聞粵語報導。特朗普總統周日指示聯邦移民官員優先驅逐民主黨控制城市嘅移民。之前，洛杉磯同其他主要嘅城市爆發咗針對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大規模嘅抗議活動。特朗普嘅聲明喺數週加強執法後發布。之前白宮嘅副幕僚長、特朗普移民政策主要設計人史提芬米勒表示 ，ICE 官員目標係每日最少逮捕3000人，高於特朗普第二任期前5個月每日逮捕650人。據一位不願透明嘅知情美國高官話，喺特朗普強硬執法對農場、餐廳同旅館等行業帶嚟嘅影響表示擔憂之後，特朗普政府仲指示移民官員暫停逮捕呢啲行業嘅人。警方話，猶他州
No Kings Day 嘅集會，反對國王集會上一名嘅抗議者遭受到槍殺。事件發生喺星期日，據信係鹽湖城拒絕國王抗議活動維和小組成員嘅男子向一名示威者揮舞步槍嘅人開槍，擊中呢個步槍手同一名旁觀者。該旁觀者隨後亦都喺醫院死亡。鹽湖城警察局長周日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警方喺星期六晚以謀殺罪拘留涉嫌持槍24歲男子阿圖羅金博奧。旁觀者係嚟自薩摩亞嘅時裝設計師阿瑟福拉薩阿盧，現年39歲。尚不清楚金博亞點解會拔出步槍或者逃離維和人員，但佢哋指控金博亞製造導致阿魯死亡嘅危險局面。喺公開嘅記錄當中，冇立即揾到呢個律師名單或者屋企人嘅聯絡方式。鹽湖城嘅警察局長表示，呢一個身穿霓虹背心嘅男子，據信係屬於維和部隊嘅成員，即係話維持一個遊行嘅秩序。話佢用手槍向金馬博開咗3槍，金馬博受咗輕傷，但係旁邊嘅阿盧就被擊斃。呢一個係屬於50501運動全國協調員就話，志願維和隊喺抗議活動當中常見。運動係拒絕國王抗議活動嘅合作伙伴，表示主辦單位要求包括維和人員在內嘅參與者唔好攜帶武器。雖然係咁，佢哋都話亦都可以阻止咗一個大規模傷亡嘅事件。而今次就係呢個維和人員男士向一名示威者佢揮舞步槍嘅人開槍。提前投票，第一個週末喺紐約總共投出咗66000張嘅選票。根據紐約市選舉委員會統計，66361名嘅紐約人喺2025年嘅初選提前投票第一個週末參加咗投票。選舉委員會表示，週六嘅投票率幾乎係2021年初選提前投票第一日嘅2倍之多，即係30553紐約人參與投票。布魯倫喺2日之內有23637名嘅選民係帶領先。No Kings Day 反對國王示威者喺全市集會，反對特朗普政策。星期六數萬人聚集喺曼克頓、布萊恩特公園、42街以及布魯克林大軍廣場及皇后區嘅森林小丘等地抗議特朗普政府嘅政策。示威係反對國王運動嘅一部分，全國各地發生咗2000多次嘅抗議活動。此次事件發生嘅時候，適逢係特朗普總統正在華盛頓特區參加閱兵式，以紀念美國陸軍成立250週年，同時亦都恰逢總統79歲生日，以及係 Flag Day 國旗紀念日。一名法官阻止市長亞當斯允許聯邦移民局重新開放該市主要監獄嘅辦公室賴斯克島，部分原因係擔心市長會邀請佢哋返嚟作為同特朗普政府達成嘅結束腐敗案協議嘅一部分。法官馬利週五嘅裁決對民主黨市長亞當斯嚟講係一個嘅挫折。亞當斯發布一項嘅行政命令，允許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同其他嘅聯邦機構喺賴斯克島 Rikers Island 保留辦公室。新聞報導完畢。天氣方面，
今日算係有落雨嘅可能性。暫時預計今日落雨嘅可能性將會係喺晏晝嘅12點、晚上嘅10點同11點。現時嘅室外溫度係華氏嘅62度，多雲，最高氣溫69度，相對濕度80%，能見度10英里，UV 指數1。紐約市今日嘅換邊泊車條例如常執行。天氣報導完畢。至於